咁教導恩賜咧就係、一個咧對聖經有深入了解嘅人，咁咧佢哋咧係研讀聖經嘅裏面咧，佢哋咧係會可以咧係經歷好多嘅從神而嚟嘅啟示咧，係好容易可以同其他人分享啦。咁啊，當佢哋咧係同人分享咧呢種嘅啟示嘅時候咧，佢哋亦都咧係容易咧係幫其他人去明白真理。咁啊，喺佢哋嘅分享之中咧，神嘅靈咧亦都會用呢啲嘅真理咧，去帶嚟咧有啲生命嘅突破同埋生命嘅成長，係俾其他人嘅。咁其實教導恩賜呢個咧，就喺教會咧係最多人咧係有自由去用嘅一個恩賜嚟嘅。咁啊，另外就係佈道恩賜啦，咁就係一個咧係有恩賜咧係同人傳福音嘅人。咁啊，我哋其實每一個人咧係受神咧嘅呼召咧係要傳福音嘅，但係對於有佈道恩賜呢個人咧，其實呢樣嘢咧係佢哋人生嘅焦點。咁咧有佈道恩賜嘅人咧就可以咧好容易咧同其他人嘅相處，咁同埋咧佢哋咧係對其他人有好深入嘅一種嘅洞察力。咁亦都係有神嘅能力咧，可以咧係分享福音。所以咧，有啲人咧係對其他同佢哋傳福音嘅人咧係會有冇反應嘅，但係如果有個佈道恩賜嘅人同佢哋傳咗福音咧，佢哋咧就會有反應咯。咁其實咧，我哋咧係相信每一個信徒咧都係會有其中一個或者幾個呢5個職份或者侍奉嘅恩賜。咁啊，大部分人咧其實係唔止一個啦。咁但係咧，好多人咧係對屬靈恩賜係唔了解，唔知道自己有啲咩恩賜，更加係唔知道咧佢哋點樣去用翻佢哋所擁有嘅恩賜啦。咁同埋亦都想講咧，我頭先咧對呢啲恩賜嘅介紹咧係唔全面嘅，係一種好基本嘅介紹。每一個人咧係好獨特，每一個人咧亦都係有獨特嘅用恩賜嘅方法。咁所以咧咁樣去形容咧，只不過係一個工具，亦都咧唔係諗住咧係用嚟放任何人喺框框嘅裏面啦。咁啊，反而咧個目標就係話咧係了解咗自己屬靈恩賜咧，可以咧係釋放嗰個人咧，可以咧係知道神創造佢哋係點樣，同埋咧可以咧係得到更大嘅自由咧，係活出佢哋嘅呼召。多謝大家，下次見。